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分散伫各所在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到上帝面前，咱们用诗歌、用祈祷、用领受上帝的话，用阮的诚实甲心灵来敬拜伊。请咱闭眼心来听候上帝的话，请走个。 恁着用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用摇花唱歌，着用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生命的顶面。 应该受敬畏。咱三甲用圣诗第38首俄罗专灵的主上帝，咱来俄罗万关灵的上帝。 一嘴的多。
上看顾你，定心来想，主那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维护助你，我着亲老路天命学路一段观念，世间情人拢着这声学路第一面前，金光阿妹求主阳光大显现，永远落落伊的恩典。请咱同心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关灵、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用启用方式来读启用文第30篇，就是诗篇121篇。启用文第30篇，诗篇121篇。我读一句，请咱印一句。咱用启用方式。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叨位来？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拄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地保守你。你是日头袂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的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是请同心甲我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遮尔宝贵的应允，你应允要成做阮的保护者，伫阮出入，伫阮逐工的生活中间，要成做阮的帮赞。主啊，是阮需要你的帮赞，特别即届的疫情一年8、9个月来，你互人类上一个真重要的功课，互阮知影，阮是软弱到怎样，阮需要夜望黄山来求帮赞，阮需要上帝你的保守，这个细细看袂见的病毒，竟然扰乱全球所有人类的生活。毋但对性命的威胁，对经济活动的打击，阮活动自由会受限制，以及伫即个生物科技方面对病毒即个疫苗的研究，阮逐工的生活成做一个新的常态，阮也渐渐习惯伫即种病毒威胁下面的生活。
总是一年外来，这个病毒的阴影伫阮的头壳顶，互阮心内免不了定定拢有惊吓甲郁卒。阮逐个人共同的期待，全世界70亿的人口共同的祈祷是主啊，求你怜悯阮，求你赦免阮，求你互这个病毒赶紧会通得到控制，互阮无阁受这个病毒的威胁。恢复亲像阮以前，阮想做理所当然，逐工的生活，自由的敬拜。阮即时知影，其实拢是上帝你的恩典。阮逐工会通自由安尼来困醒，来生活，来上班，毋免惊吓，迄是何等大的恩典！主，阮对这学到一个新的功课，离开你，阮袂通做甚物。恳求上帝你帮助，互阮即个伫疫情中间学到的功课，学到的信用，诚做疫情渐渐得到控制、解封了后，互阮有新的看见，互阮逐工用喜乐、用平安、用感谢来过阮的日子。主，阮感谢你，互当今咧举行人类要追求真善美，搁较好、搁较悬、搁较勇搁较水的这个活动，伫真艰难的中间顺序已经几礼拜久。阮看见这个运动员久长以来辛苦流汗训练出来，全世界上优秀的人伫迄个所在，伫公平的基础观顶咧竞争，这是何等互人感觉非常感动的事。主啊，阮咧跑走人生的道路，也亲像保罗所甲阮提醒的，伫场馆顶咧走的，逐个拢走，总是得到奖赏的，毋是遐尼多。阮伫人生的道路咧跑走，要追求你永远要享受阮迄个永远的免流。恳求主你，也互阮会通亲像这运动员共一样，刻苦家己，拍家己的身躯到忝忝，互伊幸福伫我。伫这个人生的竞赛中间，阮要追求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冠冕。求你，互阮也会通徛伫迄个领奖的台顶，到你审判的日子，来得到阳光。主，阮今仔日这个所在，同心来敬拜，求你的神伫阮逐人的家庭，伫阮咧看直播礼拜，不管伫美国、伫台湾，所有你的百姓，阮同心通过今仔日的敬拜。将恶乐、阳光、尊贵也归伫上帝你的名阮也通过今仔日将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互阮会通有新的看法，有新的人来接受上帝你要领享受互阮的真理，互阮会通真正伫主的面前甲你三结连，享受这段甲上帝。甲兄弟姊妹伫空中，逐个三结连的喜乐，愿你悦纳阮的敬拜，阮所献的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阿门。这时，咱要请咱的圣歌队以前录一首的歌，叫做《听的王》，咱用这来学了上帝。我的王国。
感谢上帝，你成做阮的牧者，引带阮人生的道路。今日咱所要领受的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第5章第36节到第39节。路加福音第5章36到39，耶稣所讲的譬喻，咱来领受。佮用譬喻对因讲，无人拆新衫来补旧衫，那安尼。就拆破新衫，佮所补迄块新的无合伫旧的，也无人用新酒兑伫旧的皮囊。那安尼，就新酒要别离皮囊，酒漏囊也拍破拍歹，独新酒就入伫新的皮囊。佮无人啉旧酒，也爱迄个新的。因为讲旧的是好，今仔日将牧师要用新的皮囊甲旧的皮囊来做伊的题目，来勉励咱，请咱斟酌来听上帝的话。咱搁再一摆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赏赐阮遐尼好的清早起，互阮用一切无论伫逐家乐。拢用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对伫听到你的话语，互阮的生命搁较得到更新改变。主，阮恳求你，互阮带着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你的话语，也愿你的话语进入阮的心内底，互阮即个生命搁来得到活力。主，阮恳求你的圣神来引带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旧的皮囊甲新的皮囊。有一个家庭，因为厝里的查甫囡仔要结婚所以因用真济的精神来装潢因新的厝特别请一个油漆师傅将因规家规个伊的厝来即个油漆。经过一礼拜赶工了后，哇！这个厝安尼漆甲新新最后要验收的时阵，厝里的姐姐突然间发现，这个厨房到一个旧的一个木搭，这个木搭咧放伫遐生鲜这个垃圾看起来非常甲这个整个的厝非常的无协调，无好看搁真即个杂目，所以呢，即个姐姐就讲我来甲即个师傅借一寡油漆咱家己甲擦擦的好哇！即个油漆师傅足热心的，听到姐姐要甲伊借即个油漆马上挖过来，问讲有啥物代志，我会用甲恁斗处理安尼甲伊帮忙所以。即个油漆师傅伊就看到即个木搭，伊就甲即个问即个要擦的时阵呢，伊就问妈妈讲即个木搭是啥物用途即个妈妈安怎讲呢？伊讲即个木搭都坏去嘛袂使用伊讲敢有油漆师傅讲敢有插电？伊讲都坏去所以线路拢甲拔掉总甲拔掉早都歹去即个师傅讲既然害去阁无插电，为什么阁要油漆？无我甲即粒木搭甲拆走好无？甲拆掉好无？现场大家安尼，你看我，我看你，大家拢无声。即个大家咧想，对谁哪无爱甲伊甲拔掉咧？既然无路用，谁哪无爱甲拔掉咧？有啥师傅就讲好，安尼既然安尼我就歪擦安尼我就直接甲拆掉。3分钟了后，即个木搭就甲拆掉拆掉了后，大家忽然发现讲，哇！即个厨房搭家足快，家足水的，大家嘛咧摇argu讲，谁即个木搭无路用的木搭，谁放伫遮遐尼久？大家拢袂想讲要甲伊。拆掉，甲摕去单掉咧。兄弟姊妹，咱心内是毋是共款嘛有一粒旧的木搭？迄个木搭可能就是咱旧的思想，
咱的固执，咱的坚持，咱有真济无法度改变的即个工作的一个习惯，也是咱的行为的模式。所以即个旧的模式一直藏伫咱的心内底，啊那无路用，啊搁互咱无法度来往前来跑走。今仔日咱求上帝，互咱稳定，互咱看到到底我心内迄个旧的模式到底是啥物？囥伫遐无好看，阁无路用，阁生生阁落擦，遐物件常常会来阻碍咱往前来跑走。但是咱一直无甲安那甲除掉，无甲摕掉，咱心内迄个模式，阁囥伫咱的心内底。咱的上帝是一个做新事的上帝。伫以赛亚书43章19节，伊讲：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伫65章的17节，伊嘛讲：看，我创造啥？新天新地啦！早前的事我已经无过纪念，也无过对想。所以这两节经文甲咱讲，咱的上帝是一个啥物？做新事的上帝，伊是安那做新天新地的上帝。伫遮嘛甲咱讲，咱的上帝真济的特质，伊是公义的上帝，伊是主爱的上帝，伊是稳定的上帝。相时，伊嘛是一个做新事的上帝。所以无任何的事用来限制伊做新事，毋过。咱心内留迄个旧的模式伫咱的心上的时阵，咱伤济即个家己个人的习惯、想法甲态度，足济伫咱心内底的时阵，咱就限制上帝伫咱心上来做新事啦。所以呢，当咱若拄着一个新的转变的时阵，咱常常无法度来应付。咱一直的反应就是讲，我无爱，我无介意。我袂使，但是兄弟姊妹，伫21世纪，咱无改变，咱无来调整，咱家己是无法度。特别伫2020年，当即个肺炎来即个疫情全世界来大流行的时阵，咱来证明一项代志，无啥物代志是无可能的，无啥物代志是袂使改变的。21世纪是一个变动非常快速的一个世纪。天下杂志有一篇文章，伊安尼讲：当 AI， 咱就是一个 AI 的这个世代哦，有8亿的工作会来消失，上时有9亿的这个工作会来产生啦。新的工作会来，麦肯锡来预估讲，咱伫2030年的时阵呢，全球要有4到8亿的工作，要互这个自动化科技来这个取代啊。2030年，距离即阵阁9年呀。所以伫10年内底，4到8亿的工作，咱看袂到。咱即阵所看到的真侪代志、真侪工作、真侪物件，会伫10年内底自然来消失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若阁想。这个肺炎对台湾教会的这个生态，嘛产生真大的一个影响啊。根据咱一个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伊做一个调查哦，伫疫情的这个期间哦，有98%的这个教会来透过这个网络来举行主日的崇拜。到底解封了后？教会的生活、教会敬拜礼拜的形式，应该转去甲顶届迄个时阵无？疫情也未发生的迄个时代无？我想恐惊无法度。这个后疫情时代，咱有当时对教会爱个重新来定义这个教会到底是啥物？牧师甲会友可能爱面对握得到手的会友，跟握不到手的会友。上时有这个两个会友的存在。在探访的时阵，咱用面对面的探访，甚至咱嘛爱接受
咱必须透过网络的世界来探访。所以呢，教会的存在的形态已经完全改变。我讲遐尼济，都是要甲大家讲，咱面对一个一直咧改变、一直有新的事伫咱的周围来发生的这个世代。到底伫这个世代了后，我讲过，伫疫情了后的一个世代，咱的社会、咱的经济活动，甚至咱教会生活甲礼拜的经济方式，拢要产生改变。但是上大的问题，今仔日我的信息，就是要来肯定讲，咱是毋是应来更新、来调整咱家己？面对着这个转变的一个世代，咱应对这个旧的这个工作机会，应来顺势来转去这个新的机会。面对这个新的代志，咱要安怎来应对？所以今日我要透过这个路加福音，大家拢非常真熟的一段经文，嘛是耶稣对着一个新甲旧的这个冲突来这个经文，咱要来看。面对这个改变遐尼紧、改变遐尼大的世代，咱要安怎来调整家己，来进入一个新的世代，来领受伫新的内底，上帝要互咱的祝福，要互咱的快乐，甲要互咱的稳定。耶稣对这个比喻，伊的看法是安怎？伫头拄咱所读的这个经文内底，伊讲哦，无人拆新衫来补旧衫啦，无人拆新衫，无人遐戆啦，是安那？我这领衫穿10年破去我去买一领同款的衫，甲迄个新衫来加一块迄布，来补伫我这领新这个旧衫内底。这领旧衫对我都有感情，所以我买一领新衫去加这个新布来搭伫遮。无人遐戆，无人遐少，所以呢。而且新布甲旧布吼，因为伊咧洗的时阵，伊的即个会吸水所以呢，伊的新甲旧，伊的迄个吸水的程度无共，所以会拆离开迄个布的迄个所在。佮接续伊个讲啥？讲哦，嘛无人呢甲即个新的酒加底伫啥呢？旧的皮囊内底啦。啥会安尼？新酒呢？伊阁继续会即个啥发酵，伊若放伫即个旧的皮囊内底，旧的皮囊无弹性，伊已经定去所以呢，若甲即个新酒来放伫即个旧的皮囊，因为伊个咧发酵会产生酒精气体，都会膨胀，自然就会甲即个旧的皮囊逼离开所以内底的酒甲即个旧的皮囊会拢流去啦，所以无人会安尼做。这个譬如是咧讲啥？耶稣咧强调的，就是讲新跟旧有时候是不对称的，是不对称的。所以呢，伊遮嘛咧讲，针对伫这段经文的进程，就是一寡这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讲：约翰的学生禁食法利赛人嘛禁食啥哈？耶稣你的学生无禁食咧。所以伫这段的经文，耶稣就针对法利赛人甲即个文士对新时代即个耶稣的工作提出即个质问所以咧，旧时代所必须做出的即个修补都要修正。对耶稣来讲，唯一的方式就是安那，爱去旧换新用一个新的这个皮囊来取代这个旧的皮囊，用一个新的皮囊来去兑这个新的酒，来兑新的酒。所以呢，新的会对这个旧的造成啥破坏？新酒会对旧皮囊造成破坏所以咱来会记哩，若是要旧的时代，咱用迄个旧的时代的方式，迄个模式。咱来去传福音，来去这个承载福音的事情，咱可能咱的福音的能力会被削弱这是咱这个世代，特别伫疫情这个后疫情时代，咱特别爱去思考的。咱旧的制度嘛会遭受到破坏有真侪人伫这个时阵呢，开始逼家己
一定爱去做一寡新的方式来传福音。包真侪人看到伫后疫情时代，透过这个网络，有足侪机会，都开始互这教会来转变。有一间台湾的教会，进前阮来去访问伊的时阵，伊讲哦，伫疫情的时代，伊发生了后，教会拢全部停即个实体礼拜，所以伊透过即个网络进入每一个家庭的内底，因的主日学的人数无减少，颠倒成长1倍以上啊！所以因顶下是差不多200个，伊即阵的即个主日学的学生算起来，伫山顶咧聚会，差不多400几个。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即个互咱会用思考的。所以呢，耶稣才会讲，新酒爱缀伫新的配方内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毋过人人安那，人拢无想要改变，无想要安那突破，无想要冒险，无介意来接受这个挑战。所以呢，耶稣讲啊啦，讲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有啥物人会安尼呢？啉着旧的酒，都安那感觉旧的酒较好，都无愿意来改变，无愿意来改变。所以咱今日要思考的就是，咱要安怎甲咱的生命即个旧的皮囊来变成新的皮囊？咱要看旧的皮囊到底内底，咱是毋是有遮的特质，咱遮的特征？旧皮囊有2个特征吼，我今仔日照着今日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真济。不过我感动，我甲提出这几项来甲大家来分享。哦，旧皮囊的一寡特征，就是讲咱无愿意来面对咱生命已经有的问题。第2个，就是咱若亲像法利赛人共款，读经来祈祷，意思是讲，咱无愿意接受圣神的更新啦。哦，大先，咱来看，咱无愿意来面对咱生命已经有的问题。我有讲过，旧的皮囊是安那，无爱改变，无爱改变。所以咱看到咱真侪人，当咱拄着即个挑战、拄着即个问题、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就安那。咱就开始救入去咱旧的即个皮囊的内底，救入去咱旧的人的内底。毋过咱即个旧的人内底是安那，已经有问题啊，生命已经有问题啊。所以你救入来的时阵，咱内底已经是一个有问题的生命，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咱旧的人检采是消极。负面一个倒壁的一个个性，结果呢，咱救回来，咱家己生命有问题，所以呢，救回来时阵，咱阁拄着阁较大的挫折，阁较大的失败。直到咱逐遍拄着即个挑战，拄着新的物件的时阵，咱救回来，咱就安那，就阁失败，就阁挫折，所以咱一生就拢伫即个周而复始的沮丧的内底啊。所以这是真大的一个问题啊！不过我讲过，旧的皮囊无爱改变，所以伊无愿意接受新的物件啦。伫今仔日经文的进前，我有讲过，是法利赛人对耶稣来提出即个禁食的一个挑战。我甲即个故事小可变一下。其实法利赛人伊内底个人的生命是充满着问题的，不过伊家己无愿意改变，无愿意去面对啦。有一个牧师，伊甲美国的北部的即个大河区的森林教会来牧会。即个教会的即个兄弟，大部分伫即个树林内底的一个伐木咧错柴的一个工场伫遐来做代志。不过，这个所在呢，因为这个运送这个木材的方式真特别，因为交通无方便呢，所以因甲柴安那错来了后吼，因会伫迄个柴的两边吼，头甲尾都甲用迄个钢印安尼吼，等于伊家己工厂的一个记号也是名哦。这是中式的，这个是城市的，这个是林式的安尼吼，甲转落去，然后呢，甲这个错来柴甲。等落即个
即个河内底河，借着河来甲运送甲一个下游的所在。伫下游呢，都有主人有人啦，伫遐咧等。看到即个茶流来的时阵，就甲扭过来迄边啊。看到底是倒一间公司，倒一个即个木材。有一天，牧师就去即个遮的兄弟咧工作的所在来甲因探访。毋过牧师发现讲，哇，遮的兄弟真奇妙的即个运送即个茶的方式。所以呢，因遮兄弟呢，等伫些下游的所在，茶啦对遐来的时阵，就甲即个茶呢拖过来。毋过呢，搁来一个动作，无管头前甲后壁，伊是转啥物人的因啊，伊拢甲记掉，甲转家己的名，甲转姓钟的，全部都是我的，我的木材。伊这牧师感觉大用安尼咧。我的兄弟逐工逐礼拜来教会做礼拜，竟然做即款代志，所以呢，伊转来了后，伊就安那准备一篇的信息，爱好好来教导遮的即个兄弟，叫做啥？要爱你的邻舍，听你的厝边啦。讲了，哇！这个兄弟走来甲牧师讲，牧师你今日讲了足好的，足对的吼，我毋捌听过即款的讲道，牧师你今日讲的是足好的。牧师讲安尼可这篇信息吼，因可能听入去啊。就过过几工了后，这牧师过去看这个兄弟，毋是讲这牧师你讲了真对真好吗？毋过看到这个茶搁流落来的时阵，同款造句不误啦，同款搁切掉转家己的名，袂使，搁等于爱搁安那准备第二篇，叫做啥？不可贪财。袂使对人的钱财来贪心。哇！兄弟听了开始哭哦，流目屎，认罪啊！主啊，阮愿意来你的面前来认罪。牧师就想讲，哇，可能啊啦，这篇信息有效啦。第三摆去看有效无？同款，搁记，搁造句不误啦吼。所以呢，准备第三篇的信息叫做啥？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袂使贪别人的厝。牧师讲了，兄弟嘛是共款。牧师你讲足好的，我足感动的，足激励我的。牧师想讲，这边应该无啥问题。已经讲3遍安尼，想要到牧师搁改一摆去探访，共款造句不误。所以牧师挡袂牢啊！伊讲我一定爱用爱心讲成熟话。所以呢，最后一篇信息叫做啥？不可锯掉别人木头上的烙印。安尼有清楚袂？足清楚的。毋过迄天无人啊啦，伫遐流目屎来认罪来反悔。毋过礼拜后马上一个动作，马上召开同工的会议。开会了，甲牧师讲牧师，请你离开阮这间教会。所以呢，兄弟姐妹，咱伫遮看到。当咱内底的生命有问题的时阵，当咱伫咧讲道听讲道的时阵，咱伫咧读圣经，咱伫咧灵修的时阵，检查有当时是咱属灵的同伴甲咱讲咱生命的问题的时阵，咱的选择是啥？咱若是旧培龙的一个生命，咱会参像这间教会这的兄弟同款，咱顺服世界的价值观。牧师啊，边仔的人拢安尼做，谁人阮袂使？共款继续活伫即个罪恶的内底，这都是旧培龙啦。你讲你的啦，我做我的啦。法利赛人就是安尼，面对耶稣一个事工，虽然有叫讲宗，毋过安那，我共款搁活伫我的世界内底。这都是咱的生命，咱常常拢是安尼。新的物件入来的时阵，我还是我，我还是不变的我。咱无去改变，咱无想要安那来改变咱家己。求上帝予咱即个气力，予咱一个勇气，予咱信心，来面对我生命当中的问题。我愿意改变，咱甲上帝求，我愿意改变，互我即个旧的培龙会用变做是一个新的培龙。过来，咱要看一个法利赛人的读经甲即个祈祷。法利赛人真认真来安那
研究圣经甲遮的律法。但是你咱能发现有一件代志，真特别，因读圣经是为着啥物人读的？为别人读的，为着要安怎？甲教导人来指责人来安怎？甲人定罪啦。这段经文就是咧讲你啊，所以你爱悔改啊。所以呢，咱看到遮法利赛人，伊的读经是一款读经的方式，因咧听讲道吼，嘛是为着别人听的啦。张牧师顶回咧讲，咱的喙齿是哈啦，是火是毒，咱袂用一支喙按两个喙齿，这都是咧讲你啦，这就讲你有听到啊？所以咱因咧听讲道的时阵，毋是为着家己听，是为着别人听，来帮助别人用啊来改变人悔改来更新伊的生命。所以永远啊啦，法利赛人永远检讨别人啦。事实呢，上应该检讨的是啥物？是因家己啦。这就是一个旧皮囊的一个生命，伊永远袂为着家己来读圣经，伊袂为着家己来听讲道啦。所以啊，弟姊妹，咱特别来提醒咱家己，咱的生命内底是毋是相款有遮的旧皮囊的一个特质？咱是毋是愿意倚靠上帝，把咱的旧皮囊来变成一个新的皮囊，来领受上帝伫新的内底，要互咱的快乐，要互咱的祝福甲稳定。过来，咱来看新的皮囊的生命的能力。第一个，应接受新的挑战；第二个，咱是一个富有弹性，这弹性是要为着来承接这个祝福。一个新的皮囊的一个特色，就是伊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像你即摆咱定定讲，啊，牧师啊，我做想要突破，我做想要成长，毋过呢？我惊，我改变唔知会互我用足侪时间哦，足侪即个精神哦。我伫咧改变的时阵，我是毋是对人对会着？所以因为惊，唔敢改变，唔敢接受一个新的挑战。爱记一句话：一个人无可能发现新的土地，除非伊离开这个陆地的勇气。一个人不可能发现新大陆，除非他有远离陆地的勇气。阿伯拉罕，咱大家拢都识的。阿伯拉罕若无回应上帝的呼召，伊愿意接受来离开伊的本地本族，伊安怎？搁较大的应允甲祝福，上帝予伊的祝福足大呢。伊的即个雨会要亲像即个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遐尼济。遮会祝福伊若无离开即个本地本族，甲伊完全无关系啦。所以咱伫即节的即两节的经文，咱看到伊要离开本地，然后第二日我要叫你真做大国，真做大国，我要祝福你。所以咱看到要得到遮个祝福之前，爱先离开。相反，摩西伊若拒绝上帝伫个刺配即个咧烧的即个刺配上帝的呼召，伊一世人，伊都爱秘伫即个旷野内底，来为着车的羊，为着伊所看的羊，来照顾伊。我相信伊一世人要伫个软弱，伫个落魄，要伫个即后悔的内底。来过伊80年的生活，伊若无回应，伊若无离开迄个故乡的即个旷野，伊就无法度来经历上帝带伊出经过即个红海来进入旷野，伫旷野内底每一天看到上帝所赏赐伊的吗哪，无法度看到遐尼大的神迹，嘛无以色列国家的即个建立，所以咱看到要得到新的祝福。爱欢喜来接受挑战，爱来离开。所以呢，咱看到摩西甲亚伯拉罕，咱拢讲是伊是一个成功的人，伊是啥那变做成功的人。咱看到伊一个特质，就是讲，因两个拢愿意接受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完成上帝伫因生命当中要爱因去做的代志。所以安尼来看。一个真正的失败者是安那？无愿意冒险，无愿意接受挑战，
来完成上帝创造我这个人伊的计划。上帝创造我这个人，要爱我完成我人生的目的的人，这是真正的失败。连试拢无试，拢无愿意接受挑战，这是一个失败者。所以呢，一个新的培养的生命是愿意接受挑战的。这接受挑战会互咱的生命安那，佮充满着活力，佮较丰富啦。伫即个挪威啊，即个所在，因掠着即个沙丁鱼吼。啊，毋过因伫即个远洋的时阵，啊，甲即个沙丁鱼安那运到即个港口，有足侪沙丁鱼拢口吐白沫，喙拢被迫安那死啊。所以呢，因就开始研究，讲要安怎互遮个沙丁鱼安尼用活跳跳安尼一直甲港口，安尼计数会加足好个啦。毋过拢失败。毋过呢，有一只鱼船呢，伊总会用带足侪即个活跳跳的即个沙丁鱼安那来卖，所以赚足侪钱的啦。啊，所以因就开始咧调查，讲到底是安那？原来即条船吼，有一个秘密。都是伊的船顶呢，咧缀即个沙丁鱼，即个水箱内底，伊搁甲放一个沙丁鱼的天敌，叫做鲶鱼啦吼，鲶鱼。所以啊，即个鲶鱼放入去的时阵，因为即个鲶鱼是沙丁鱼的天敌，所以放落的时阵，即鲶鱼呢，伊就安尼开始去食即个沙丁鱼，一直掠啊，所以呢，即个沙丁鱼为着要活命，伊就安那开始一直受，一直倒。啊，所以呢，一直运动，会死无？袂死啦。等到呢，甲港口的时阵，因为安尼活动，吼，所以鱼肉搁较有弹性，搁较好食，迄个计数愈好。所以兄弟姊妹，咱有当时就参像即个沙丁鱼共款，咱逐工拢共款的生活，咱共款的工作，咱共款的环境，甚至咱有当时咱的服侍嘛是拢无改变。传道书毋是讲，伫日光的下面无新的事啦，所以特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逐工叫人关伫厝内底，无啥物感觉足野生有啊，足厌世的安尼吼。咱已经无啥物代志会用互咱安那充满着活力，啥物是新的代志？无啊，无新的代志啊。所以，但是伫即个时阵啊，感谢上帝，咱爱去回想，咱定。咱伫过去，上帝捌伫咱生命内底，甚至咱来提出即个挑战，咱来呼召，咱常做过去做无用的，咱拢袂记哩。啊，上帝啊，等我过一段时间才讲啦。过一段时间我才来服侍你。检查咱会用家己安那设立目标，设立目标来回想上帝，你到底真正你要爱我做啥物？我是毋是伫即阵？我就来接受挑战。我用设立一个目标，比如讲，我来圣经一年啊，我来甲读一遍。啊，我做基督徒遐久啊，拢毋捌读，毋捌带人来信主，啊毋来带人信主，试看卖啊咧。啊，无来对教会的即个营销的进度，来好好读圣经，来好好灵修。我讲过，一个新的培养足容易来接受挑战。我感觉即句话我足爱吼。做你无法度无做过的代志叫做成长，做你无愿意做的代志叫做改变，做你唔敢做的代志叫做突破。一个新培养是愿意接受挑战，甘愿借着上帝的帮助，做咱无做过的代志，互咱成长；做咱无愿意做的代志，互咱改变；做咱过去唔敢做的代志，互咱有突破。所以，咱来接受挑战，咱来伫咱的生活当中有目标。这个目标是上帝爱互咱做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咱若安尼做的时阵，咱就会得到这成长、改变、甲突破的一个祝福。过来，咱要来讲这个富有弹性承接一个祝福喏。全新的培养，伊有真大的弹性。我讲啥物叫富有弹性，都是随时来接受圣神的感动，做圣神爱咱去做的代志。第二，咱的生命爱能屈能伸，为着上帝来放落家己啦。第一个，咱来看，咱随时爱接受圣神的感动，接受做伊爱咱去做的代志。咱每一个人拢有行程有无？咱来看咱的手机，迄个每一天的行事历表也某对无？拢无法度插入任何的计划个，对无？
上帝甚至上帝的计划嘛插袂入来，对无？有当时咱是安尼，咱已经拢排满啊。所以呢，咱毋是一个新的培养，咱毋是一个有弹性的一个生命啦。有咱只圣神会来打乱咱的行程，咱愿意被圣神来打乱咱的行程。圣经内底使徒行传的恢律，就是一个生命充满着弹性的一个生命。上帝照着这款生命，伊要去祝福人。伫第8章的第5节，伊安怎讲？伊讲哦，这个恢律落去这个撒玛利亚城哦，伫撒玛利亚城恢律足够传福音的。伊伫撒玛利亚城，伊传福音真有成绩，有足侪兄弟姊妹同心意向恢律的话。兴旺福音呐，伊毋是不会传福音的人呢。我相信伊建立的教会绝对足大。伊嘛做足侪新者呢，牧会遐尼成功，毋过上帝的使者安那来甲恢律讲起来，去到倒位，去到旷野啦。上帝啊，你有毋对无？我种牧会遐尼成功呢，你要叫我遮离开吼，去到旷野，旷野是要传福音互啥物人听？传福音互鬼听晓？你会不会搞错啊？毋过呢，咱看到这个恢律的回应是安那？圣神甲我讲啥，我就去做。当伊去到旷野的时阵，拄到一个伊索比亚的这个财政大臣啦，财政部长啦。伫遐，伊就拄到伊，坐伫车顶，伫遐啥？伫遐咧读以赛亚书。恢律圣神就对恢律讲，你去，瓦滚迄只车。恢律就瓦滚迄只车，就听伊咧讲，读这个以赛亚书。伊讲你听有无？你读有无？伊讲无人甲我解说，我才听有。做恢律就坐去这个车顶，就开始甲伊传福音咧。传了这个财政部长咧，感动，马上洗礼，马上洗礼。所以咱看到顺服圣神的感动去做圣神爱咱做的代志，带来是祝福。啥物祝福？听讲哦，这个伊索比亚吼是咱非洲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啦。后壁有一寡这个传说啦，讲有可能就是这个财政部长回去了后，把这个福音传开。那是真是照传说的这样。是毋是对？因为恢律对圣神的感动，顺服圣神来爱伊去做的代志，互整个的国家，互足侪人来得到祝福。所以兄弟姊妹，恢律的这个生命充满着弹性。圣神爱伊去做啥，伊就安那，伊就去做啥。带来是啥？是足大的祝福。所以有咱些圣神叫咱做的代志，拢超越着咱的这个思想。旷野有啥物好传福音的？要传福音，就爱去火车站人济的所在。毋过，伊就是安那顺服哦。好，再来，咱来看这个生命爱永存永久，为着上帝来放落家己。腓立比书第4章12节到13节，保罗讲：我知影踮伫避战，嘛知影踮伫富足，是饱是枵。是欠缺，是伫富足，凡事我拢老练啦，拢老练。伫啥物环境的内底，我拢安那做永存永久。啥啊？保罗的人生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上帝互伊经历无共款的环境，伫即内底。保罗讲，伊永存永久的秘诀是啥？这个秘诀就是下面13节迄个，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伊的秘诀就是，踮伫想事我快力的，我事事拢会啦。因为上帝伫伊的生命内底，这个上帝是最新事的一个上帝，最新事的上帝，想事伊伫逐款环境有无共款的温数，有无共款的一个力量，互伊逐项代志拢会使做啦。所以咱来为着上帝放咱家己，
谁会为着上帝有影啦？因为迄个上帝耶稣基督伊的性命一定伫我内底啊。所以呢，保罗伊对伊的性命安那，迄个新培龙的性命是安那？伊无烦恼，伊知足，伊自在，因为伊知啥？伊靠着这位上帝，伊已经安那，伫逐项代志拢已经得胜啊！有即个上帝，伊的性命都有弹性，伊用去到倒位，伊拢无惊新的事，啊，无管环境安怎改变，伊的性命自在啊！逐项代志拢用有足大的困难。最后，我要用这40个经文，以弗所书的经文来做今日的结束。伊讲啥？恁若果然听见伊，果伫伊受教是照伫耶稣所有的真实，就是论甲早前的行做，恁脱去旧的人，会记哩吼，爱脱去旧的人，就是照应有人的私欲在败坏，果恁心神换新，心智改换一新。像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啦。所以，伫一个新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生命，伊是安那？心智改换一新啦，心神换新的一个生命。那么安怎？咱爱穿上新人，像迄个新呢？哦。就是这个新的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哦，咱会脱去迄个啥旧的人，咱求上帝，甲咱迄个旧的皮囊，甲咱摕走，互咱换穿起这个新的皮囊，新的这个人啊。这个新的人，咱内底是安那？是完全一心神换新，心智改换一新。会记得基督徒应该是。一群上会使接受新的挑战、新的事物的这个人，是啦。因为咱上帝是一个最新事的上帝，所以迄个最新事的上帝伫咱的内底，所以咱信仰的本质就是咱不断来更新咱的生命，咱不断来改变啦。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咱是上容易进入这个新的事物，进入一个新的一个世代，互咱会用安那求上帝，甲咱的旧的皮囊安那拆掉，旧的模特摕掉。当咱愿意用上帝的眼光，用上帝的心来安那开放咱家己，咱就用看到啥？上帝每一天伫咱的生命内底，每一早起。伫咱的生命内底，拢有新的代志来发生。这个新的代志来发生，就是要互咱得到新的祝福，要互咱有一个新的生活。咱三个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有告我将新的生命完全赐予阮每一个人。阮来到你的面前，阮阁来一摆，主，阮要求你你来求讨。将阮这个心内旧的模特，将阮心内这个旧的皮囊，完全来改变，完全来换新啦。互阮伫新的眼光的内底，对你每一天每一个清早起，你所赐予阮迄个新的活力，互阮拢会用领受。互阮无坚持，家己遐有问题，犯罪。迄个旧皮囊的一个思想来覆盖你伫阮生命当中，你要所做这个新事。主，阮恳求你，互阮有勇气来接受新的挑战，互阮有勇气来跟对你的脚步，因为阮知伫每一天的内底，伫新的内底，你要赐予阮加倍的稳定，加倍的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请咱三个用圣诗543首，咱来学主的款式，用这首歌来回应咱所听的信息。我爱学主的款式。我爱学主。
你。问咱会诚做亲像伊，下面咱是奉献的时间。如果你有准备奉献，请即时放在准备好的信封内底。望咱恢复实体礼拜时，也是你伫即中间有经过教会，你会通将你的奉献交予咱的干事。如果你会通伫银行用转账的方式来奉献，这个转账伫这个咱是伫这个第一银行南门分行这个账号咱讲几届如果你若方便欢迎你也用这个方式如果你若用转账方式，请你原来敲一个电话，互干事知影这个是你的奉献如果你若摕现金的奉献，伫今仔日中昼12点半，若有收到后礼拜周报，就会通牵来做一个定信。如果今仔日12点半以后伫这个周间才摕到，安尼咱才阁等下一个礼拜所以请大家三个配合互上帝家无欠缺，真多谢咱大家。好，安尼下面我来报咱教会消息咱知影，虽然疫情已经降级，总是政府有真侪考量所以对群聚也是教会聚会也有真侪限制顶礼拜日暗时小会开会，大家感觉讲小可搁忍耐一下所以8月初到8月初8，今仔日到后礼拜日，咱游园也无要开放实体礼拜办公室来负责礼拜这事工今日咱真多谢何老师何雪春老师专工来司琴，来甲咱做伙侍奉咱会开始来准备8月15，咱会通部分来开放实体礼拜到底要安怎来控制人数要安怎互做礼拜环境会通真安全办公室一直拢有咧计划有咧准备所以咱伫后礼拜会互大家知影8月15会通恢复实体礼拜时，请大家照所拟定的办法安尼咱伫一个真安全真好的环境，咱会通搁倒转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今仔日也是咱教会这个奖学金募款的日子，咱拢会用8月第一主日，主要是为着有一寡教会主地因伫要开学检查咱会通甲因奖励，所以这个教会来主地奖学金，咱伫8月的第一个主日如果咱有感动，请为着这项咱家己教会来奖学金的募款来奉献。第三项就是开始咱较小的团体会通倒转来教会聚会所以咱的圣歌队真感谢因伫即礼拜拜5暗时7点半圣歌队已经要倒转来伫咱的拜堂来准备即8月15以后献诗，以及后壁要安怎来做，互人数各方面通做较好势。咱真多谢圣歌队长指挥伴奏全体队员因衷心的服侍。我知影支持团契基督团契原来伫即礼拜拜68月初7，因就原来要倒转来教会来聚会。所以如果各团契若感觉安排好势欢迎会通陆续各倒转来做实体的聚会过团契生活。如果你若有决定，请你互办公室服务处知影，讲恁当时要开始倒转来伫教会来聚会，咱会做较好势。第4项就是咱真感谢咱的传道组伫5月17开始发起一个创世纪灵修默想，这是咱南门教会全体的这个灵修默想这个活动。为5月17开始，咱读创世纪，到伫7月29拢总完成50章咱用64天的时间底下有默想的内容，有祷告的内容有祈祷咱真感谢这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照统计差不多100
一半的人吼有参与伫即个圣经灵修研读的活动。永安8月初永安才动工要搁开一届会，咱会休困一两礼拜，真紧咱就搁推出新的即个灵修梦想，真期待咱到时也会通亲像安尼来参加，逐工用半点钟的时间，全教会统一进度来读上帝话语，伫即个互咱真惊吓的时阵，咱也真恭喜元武兄即个咱顶礼拜有报告伊的查某囝欣彤吼已经伫7月2日伫德州安散是一个查甫婴美惠这已经伫德州伫遐来斗做回来，真感谢主。过落去就是咱也报告几礼拜，就是即届的疫情可能对侪人生活有影响着吼。咱教会内底兄弟姊妹，毋知有人伫生理还是伫经济、失业方面需要教会来帮助，请你私下互牧师知影，阮会赶紧来关心即个代志。大岛的事项，请咱继续为着全球疫情会通得到控制甚至毋茫真紧会通消失疫苗需要搁继续的研究来应付这个变种的病毒疫苗的供应也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全世界公平的分配，好也国家善车国家也是咱的斯达台湾不止好吼，咱已经有30%几的人有住过第一线吼，所以毋茫咱即个继续为着这疫情来祈祷。咱即礼拜大家真侪人咧看东京奥运迄个中间真无简单的疫情办即个活动，咱为着即个举办期间的安全各项比赛会通真顺利进行来带到。咱也毋茫开始，咱7月27有小可降级，毋过政府也一直甲咱警告讲毋通放松吼，因为这疫情随时有变化，咱毋茫全面的人配合政府的政策，或者疫情袂抵到恶化，用安尼来祈祷。这是以上报告，毋知有爱需要。咱来吟圣诗上咏396首，打尾散花。求主赐福，吟诗刷来，请张牧师来祝祷。阿妹散花，求主赐福，互我心中上快乐。大家人亲来互助，我以君地主卡波，地主卡波。天归空呀，主传路，眼更冠冕归主圣名，从我心起免惊呀，今日传播宝贝修行，心归为主最坚强，最主坚强，最主坚强。无论多去最更迭，教会奉献对我最起，所修炼我那给天，我内心心求主帮助，那苦那财无无限，无点无限，无点无限。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灭道。
有收到简讯啊，你知道简讯都很省，然后就不会回。